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南投中寮鄉一戶徛喺客廳，昨尾仔媽飛來一隻罕見的人客，是一隻保育類的大冠鷲，台語講啊做蛇鷹。厝主當時無佇咧厝，透過這個監視器的畫面，看伊一個啊飛到碰椅，一個啊飛到拄仔，真擔心伊是毋是受傷咯，趕緊鋪文要求協助。啊，這隻蛇鷹佇咧徛喺停留4點鐘，等厝主轉來到厝，拍開門窗了後。伊就飛走了。厝內監視器翕到一隻蛇鷹雄雄走入來客廳，身軀佇咧碰椅上4顆飛下，無偌久閣飛去拄化，兩隻目睭金絲絲，掠鏡頭金金看。蛇鷹拍開舌仔，佇咧厝裡飛袂出去，有時停佇咧辦公桌下，有時看到伊趴佇咧塗骹休困。昨尾暗仔5點外，蛇鷹飛入來厝裡，當時民眾因一口走出去6口食飯，看監視器才看到，罕見人客。因為真大隻，民眾嘛真煩惱，毋知影敢有受傷無。敲互消防局199野生動物站，毋過相關單位因為拜六禮拜，暫時無法度來處理。民眾真着急，走去網絡求助。不要去觸摸它，然後可以找一個適合大小的紙箱，先把它蓋住，它本身會比較安定一點，不會掙扎。就是能夠自主行動的那個個體的話，就是把門戶打開，讓它自行飛離。專家講，蛇鷹算是大隻猛禽，佇咧台灣這塊卻列為二級保育類的野生動物。即便無說哩，走去人道4點鐘，加在民眾等去厝了後，甲窗門拍開，互蛇鷹順利飛走。毋過迄掛翕到異性影，讓感覺真難得。